把它用来推荐的，那用全身的肺活量的混压推荐，或者说还有侧站，大家好，欢迎收看维基百科。我喺今本日咧出办公室，医政phòng處醫師。我而家做頭路嘅地方咧，喺到台北市立動物園。今日我帶同學們來了解動物園咧處於平常都做乜嘅呢？還有動物醫療是有乜嘅有趣味嘅動物故事嚟同大家人分享。而家我就請家到7家來介紹一下。大家好，我係李年金。大家好，我係馬彩如。大家好，我係陳冠。3位同學全部係來自不同專長嘅大學生嘅哦。而家我就開始來上課了。動物園屬得8樣種嘅動物，動物園嘅處理係照顧動物健康嘅輕重要嘅任務。現場嘅同學唔知對動物醫療有乜嘅了解冇？還有乜嘅問題想去問你冇？先生係有問題。像動物園啲擺動物按多種咩？動物園嘅處置時，老民間一般嘅處置時就買冇共用。是當冇共用哦。一般台灣來講咧，普通分到2種，處於分2種。一種係做經濟動物嘅，經濟動物就像牛嘅、馬、羊，還有雞鴨一條。一種係以經濟來做考量嘅，佢主要做嘅唔係做醫療，係做疾病嘅控制，像係小兔啦、注意防殺啦，還有疾病傳染病嘅控制，也係輕重要嘅。佢考量嘅係規權嘅動物嘅健康為主要。假如係另外一種嘅，就係很多寵物就像俺屋企嘅狗嘅、貓嘅，俺哋啲較家人都對狗嘅、老貓嘅是同重要嘅，對佢哋嚟講，可能說咧，係咧都比俺哋自家人就還說得較好。嗰時佢哋嘅主人嘛，同關心佢健康，嗰時嘅醫療嘅方式係無共用嘅。嘅俺動物園嘅處理呢，又完全無共用，又更加特殊，因為我們俺哋嘅野生嘅動物。野生嘅動物呢，一般係嘛又較有野心，嘛較強硬，又較佢對一種較唔熟悉嘅味道加環境來講係較敏感嘅。嗰時唔當然去看到佢，但是就抗拒了。又較有當然去觀察佢嘅行為。嗰時對我哋來講嘅話，吼，大擺嘅醫療嘅經驗同重要，我哋要靠經驗來累積起來，將未來做好我哋嘅條路，亦係同特殊同無共用嘅一種。先生，我想問吼，一般來講，介野生動物佢哋常見嘅病有乜介？無共用嘅動物係得到無共用嘅病。一般來講吼，我哋輕鬆度到嘅就係樹桑啦、營養性啦，還有一種是寄生蟲。一條病呢，就老飼養管理都有關係。因為講呢，因為飼養管理無好，家一條病就動不出來。嗰時野生動物的處理，除了專門的醫療的知識之外，你還要了解營養方面，個動物的生態習性。冇辦法就頭腦痛就醫頭腦，腳痛就醫腳，樣係冇辦法解決問題嘅。以前我哋有醫療過一種動物，很多長鬃山羊，長鬃山羊係台灣的動物，到動物園地度呢有動態群，結果呢一條長鬃山羊呢，我們去檢查的時候，動到嘅寄生蟲的問題。那我哋看到看到寄生蟲當簡單啦，就不去食藥嘅咩？食藥嘅食嚟我變好，蟲嘅嘛我冇聽，不過一搏時間又再個得到蟲嘅，驅蟲驅好又得到，樣反反复复冇辦法團結。咁我就想到底係乜嘅問題，會造成一種問題呢？我就發現個動物看起來就可以較臭，看起來唔雜。嗰時我就想到講，我會不會是唔係單純的寄生蟲問題，係營養嘅問題？嗰時我就請營養師來看規則嘅問題，係乜嘅問題來檢查。結果營養師就算嘅飼料嘅地度嘅本體色嘅成分，就發現蛋白質太低了。嗰時我哋就增加改變嘅食物，增加粗蛋白嘅一個添加以後，動物色咧較雜較健康。嗰時嘅病就較少。個寄生蟲喺度跳以後，佢嘛較唔可以上升，因為佢有較有抵抗力，較可以對抗一種環境。嗰時我哋對野生動物處理除了做醫療之外，你還必須要了解很多其他的層面，也係同重要一件事情。先生，除咗一般固定嘅健康檢查之外，還有乜方法做嚟看佢就冇病啊冇不病？一種問題當好，其實呢。主要嘅個觀察人係保養人，
保育员就係只講當然都個學一個動物咧，照顧一個動物嘅人，其實叫我清清楚，就像細人嘅樣嘅地基不平嘅樣嘅，嘅阿爸未聽錯我嚟觀察一個小朋友都點樣嘅，哦，嗰時候人哋見到保育員佢都發現動物樣佢咩嘅東西冇過來食啦。也係講冇精神啦，都會見衰木啦。有乜個異常㗎，其實我夾係咪就屬於過去看到底係乜個事情。處於我留嘅保育員，我當配合嘅當好。哦，除咗告訴保育員，除咗為動物之外，佢嘛關心一道動物，佢嘛去觀察一道動物，佢怎麼地基有不平安咯。哦，我講一隻故事本也談好咧。哦，我哋有一隻黑猩猩吼，佢很多小美蘭一隻。黑猩猩佢老保育員當好，有一年呢，下晝頭叫我轉來家下，保育員就發現，喲，佢讓我走去空起來，平常佢唔咩安樣，因為佢平常佢當探險嘅，其實我一來就叫一頭保育員偷食咧，其實我走到保育員前面了，佢把經驗嚟做嘛，佢用冇走過來，走到角落去，佢就見聽佢講，美蘭，各來一片。美蘭來一片，佢就發現佢樹規則個種起了，種到動太雜，有個當個有兩個齒痕，見流血。我佢說唔對啊，也係當槍係本突殺咬到嘅樣嘅咩？佢就夾。雖然那個時候已經當我離阿妹嘅，較緊要走嘅，佢夾打電話本處理，處理一過來發現真件係本嘅突殺咬到嘅，嗰時候佢就夾去調嘅抗毒血清來誅殺，嗰時美蘭就可以挽回這一命。嗰陣我就知道有一件事情，人哋就提吼。假如係一個保育員佢對動物冇愛心，反正裝來就裝來，嘅食物就得吧，不也是做好嘅。佢冇發現到動物有唔正常嘅地方，可能一隻美蘭就破石頭咧，就當很可惜嘅一個生命就咁樣冇睇。所以我就知道呀，保育員呢。對動物嘅愛，係動物嘅觀察，係當重要嘅，係可以聽出嚟的都懂到嘅事情。上街動物人嘅動物會唔會驚失落啊？當然會啊！你先想啊，佢要按難食，人哋就冇食，對冇？嗰時候動物嘛係當然餵藥嘅，尤其係野生動物。嗰時候其實處理時要想盡辦法來偏佢來食藥嘅。像有時候我哋要同佢藥嘅節到嘅強調程度，將當到係為當好食強調。唔過嘅強調係當珍貴，我哋冇必須人當，就記責嘅。藥嘅節到程度去，比如食落去。有啲像食嘅老虎一種食老母嘅動物，佢唔可以食強調，嘅一樣嘅咯。嘅肉同佢肉嚼碎，嘅藥嘅節到嘅程度去。有啲咩話佢當敏感，佢對嘅味道一批到嘅藥嘅味道，佢都規則嘅唔食，咪有可能。嗰時係一種方法，係到我塗嘅藥嘅，變到水樣嘅，煮到嘅老鼠嘅，屍體嘅老鼠嘅都市地度去，規則嘅老鼠比實體，佢哋適當要同頭乜規則嘅先用咬兩下就吞落去，按種唔會嘅藥嘅就唔會跌出來。也係一種方法啦。唔過當到通過係當然必要嘅，尤其是靈長類動物，佢當聰明，佢食一擺地都唔好食以後，你啱啱再比食就看難咧。我哋有一隻紅毛猩猩當太重嘅嗰種，像營養嘅，佢有一擺得到肺癌，食當副嘅藥嘅，個藥嘅我哋自家食就知道當然食咧，因為危其身咧，因為佢老嘅保育員係當好嘅朋友，佢就話怪佢食，佢因為怪佢食，佢就提訓練佢，那食太藥嘅，我當本食蜂蜜水，用方法來騙佢食藥嘅。就看我特別去 TV 藥嘅講，就看佢規則嘅面就舊到強下，唔知自己藥嘅又見難食，唔過佢喺度再拔開來，藥嘅倒落去，佢就夾看啱嘅吞落去以後，佢做嘛感染我來生咯，因為佢一定嘅後背嘅叫做蜂蜜水，因為蜂蜜水平常係食唔到嘅，叫做當好一種味道，嗰所以以抗癌用嘅關係，人哋就可以通過正確的把藥量一條全部飛到通過身當中，按樣可以投偏對以後來。
还有一则例子可以同大家介绍的，就是有下位得到糖尿病，因就做甜的，当然做煮个胰岛素本钱。咁样的头下位做啥咯？我就可以训练佢，我就叫做得到糖尿病的下位呢，特别我就要吃饭前做起佢过来，煮完沙做夹夹边食饭，嗰时佢做提讲，我煮完沙其实可以有饭好食。嗰时我就特别我去煮沙家，佢甚至佢师傅做熬过来，半煮沙，夹夹煮完沙佢就可以食的。因为按用训练的方法然后偏佢怪佢，这样可以投入去吃落去。也就一下较调用的一些方法。先生，我想问我哋那些啲脑部拄到该畜送的小动物，我哋要慢处理？其实也有很多浅山就会200到500公尺的一个细山呢，当到动物。今年就保育做得较好的，嗰是浅山的动物当道。那民众同接去山上爬山呢，也去郊游加拄到一种动物，怎样的处理呢？其实亲家碰到的就会钓的，一般唔看到噶，注意有2种钓的，我较会拄到的，一种做很多雏鸟，一种很多幼鸟。雏鸟老幼鸟用的本呢，一种图做佢设计同好也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呢个急救站座位因为佢就亲接就会接到一种雏鸟，嗰时佢知道有必要同民众讲怎样的来本一条事情，怎样的做像雏鸟的方面，看到就会规则的毛，也一点点毛，很多绒毛嘅种，很多雏鸟，有一种很多幼鸟，一种幼鸟呢，其实佢看佢毛係上好诶，上好诶，毋过佢还无乜个能力要去甲比，要去甲来侵蚀呗。嗰时一种诶鸟蛋生出含咧腾的阿爸青鸟，佢才可以生存假如你都不拄到嘅雏鸟噶，那注意看佢附近呢有个鸟巢毛，佢蛋生是跌下来嘅，一种诶鸟诶，佢冇办法避到佢地方去，嗰时佢唔爱帮助佢。拿到地方去，就可以咧。假如冇办法看到掉，可以送到各个急救站去，叫我有专门人来吐下些条子。假如迄幼鸟呢？幼鸟其实大部分拄到迄样鸟，佢都练鼻，唔多做跌到天来风诶，佢嘛冇能力鼻当鼻转去嘅地方去。不过一种条人要注意下，可能佢爸佢妹就到附近咧，佢青鸟到附近，唔是安紧走。就去带走，不然给青鸟考虑带给小孩子，反而亲毛，嗰时呢先看一下，假如佢毛疏松你就尽量不给拔给咪去带佢但是做转了。假如你发现个痛苦，你看到佢就唔係健康的係有问题的可能佢毛膨起来啦，毛就疏松啦，体温变大啦。或者是呼吸道叫啦，有外伤啦，有流血啦，有真嘅有偏痛的痛苦你就直接请一种急救站，像我哋通过眼嘛有一只急救站，那可以到我哋通过眼底度啦，其实我哋做有专门的人来照顾一条痛苦，就当我哋嘅野生动物做更加完整，等到佢偏痛好嘅冇问题嘅，我哋冇问题，不用到no不去，再比回到大自然去，因为佢本来就喺大自然嘅痛苦，我哋做问题。不用到大自然去。也做模仿婆罗洲的原住民给的捕猎动物，给用的吹箭的，那用全身的肺活量去混压种的混压吹箭，个人就哎呦，侧站。我細家下當講看欣賞，啲動物園嘅動物唔對，為搶生意嘅當講看處理欣賞。嘿，當然係啊！我想當到生意呢帶夾白夾咪帶去醫院要注意防曬，真係就忙住落去看到以前就先叫嘅，像我特別帶我叫嘅去處醫院嘛係。嗰處醫院門口，佢打死佢都冇入去，因為土佢都冇入去。都其實野生動物嘛咁樣啊，你想對佢做一擺，佢印象唔好嘅事情以後，佢會一輩子都記得。嗰時也就像用吹箭去吹噴佢，
个吹箭喷落去动通诶，佢做记得唔去上东用诶，他们看到唔做想办法来保个演处用诶，有一摆吼，我老保育员，佢跟我讲吼，佢有一只黑猩猩输爽，我去看佢。唔过迄几群的黑猩猩都无看，告诉我说，摕去行到个蛋糕，就假山的蛋糕，从上面用看下去了，看个黑猩猩那只输爽。结果我就爬上个假山甲下，两只保育员摕来挨冲下去，结果我就看到一只黑猩猩，叫做黑猩猩平常都动脑癌啦，因为我以前煮啥枸杞呢，佫就是动脑癌，伊看到我倒蛋糕。佢都夹去浸迄底奶吼，个奶蛋糕油醋的，佢规则个醋的，就个奶规绑起来，就第把个咯，就拄到就跌倒来，啊，就像奇怪咧，个两只保育员在旁边，就冇事，我就有事哦，可见佢见脑癌吼，告诉我以后呢，我就尽量唔会做通过讨厌癌的事情，譬如说，假如我需要吹箭噶哈，我就向我助理去吹，我就冇去吹，我就空气了。等佢吹好诶，装好诶，我再夹过去处理要处理的事情。那另外一张可以通过某讨厌医生的做法，就会通过训练。刚刚有提到通过训练，跟通过训练系对处理迄动有帮助诶，因为它可以协助我的动到一个医疗的个事情。那而且通过训练系通过动好的时间，因为佢要得到动到好食的东西。所以咱就处理呢，要参加一条通过训练，平常就老个通过习惯也个密托习惯也个上，有个到训练家下，我就要试着去摸动物，本去是熟悉我们，或者做一些操作，本去熟悉我的，我汉堡会做嘛的。有个做完一条事情以后呢，处理听朝我拿庆好食的东西去喂通过。本日哋处理来了又好食的了，像我就当真啦，我就我带巧克力去，好像有点黑喂，佢当好是巧克力，一辈子可能就冇吃过个巧克力，本去吃一粒巧克力，佢一辈子就记得啊，你就是好人，你就是那个巧克力要来了，所以下次他来，下次你去做医疗噶哈，佢看到佢做动翻去，就唔会按强，就唔会按讨厌，看到就跌杀头跌白嘅，也一下用了一些方法。其實我想問吼，上班我去動物園啊，我看到有人都喂個動物按樣咁好。其實按說都唔好誒，當到遊客吼，吃到這個動物愛心，看到動物來就想去喂其實，其實按樣都唔好，因為我哋其實已經做一個完整的食譜，做一個生物嘅係有酸的哦，唔係講青菜按樣喂的哦。好，我哋有一個完整的食物本嘅，然後那必食其實但是做食到脫皮啦。好，我哋當接看到。佢就去喂動物，譬如說像個紅毛猩猩，佢喂按太啲，邊個按跌落去，嗰時大概動物撞嚟㗎，佢唔可以食飯嘅，因為佢食飽嘅。其實按個造成佢就會消化不良。有的病人更加快，佢拿嗰種食唔得嘅東西去丟動物，像一些垃圾啦、石頭啦去丟動物，按樣更加唔好，按會造成動物當緊走，造成佢嘅動物變到我動較發偏，因為佢。一直生活在動緊張的個環境裡面，嗰種我哋都一直在勸導也部分啦，不但莫丟動物，莫喂動物，你也得來動物園，要保持着尊重生命、關懷自然，用善良的心來參觀，一種看生態的角度來參觀動物園，按這樣對呀。先生，該學太學學的動物保險，唔會好好本人檢查，該處理要用加善咯。係哦，面對動物的動物吼，其實確實係都唔容易的事情啦。吼，也唔過我哋野生動物的處理咪，發展出一種都好用的東西哦。像我也有帶來嘅吹箭，吼，也就會模仿婆羅洲的原住民，佢哋捕獵動物加用的吹箭，吼，因為動物冇辦法。按惡冇辦法去靠近它來做誅殺的動作噶哈，你就可以用遠距離用吹箭，同腰嘅頭誅到佢神蛋糕，好，也做吹管係拿來送也吹箭呢，要吹箭的話也注意到地方唔可以同腰嘅邊度也得位，好，嗰時用也
放落去就可以投药的吹到痛风的升蛋糕哈。先生，做在请你示范一遍本来点看嘛。好啊，好啊，没问题啊。好，现在一下我就来介绍一下吹箭用的用哈。一般我哋在打猪同动物猪杀噶哈，就用一种吹箭，大概在7、8公尺以内，然后就可以当准，可以喷一刀。当然也要练习啦，唔免讲他敢拿到就当过喷。好，我哋嘅技术员当厉害，你可以练到当准。好，也挨得嘛有长的，嘛有短的。好，也还有要注意的，就会讲吼，给通过煮那条味青葱药，你也都知道那条味青葱药今后煮。对，哎，冇错，师傅就是大腿老师傅也条味，系今后的体法。好，然后一下就上个7到8到5、6这条范围就会然后的大腿的位置的话，用的注意都要做体防了。好，也吹箭要不要落去，好，不要落去。即看一批条味，好，有一招轻重要做，鬼早嘅做要含的，鬼早做含的，好，那用全身的肺活量一轮喷压中的喷压吹箭，好，个人就，哦，哎呦，侧站，然后人家做含的，各位喷到用力喷，各位人家前面有一个点，对一个点做完喷，好，如果要喷出来力量其实蛮大的哈，告诉我。注意，假如迄踢球呢，通过你说控制人力量，较远呢，你说较用力的喷。好，也同学有兴趣来练习同看啦无？好啊，来一本，接落去，好，再看一点，好，你好，个人起好来，好，然后再要规则喊的，好，用一刀的力量来喷。哦，不错，不太准。摄影师觉得生命有危险。这样可以吗？哎，你要等下要练习嘛？要拿那个酒精。哦，这酒精给先擦一下。好，看慢点，较准哦。啊，我刚刚试试看可以。好，规则要喊的，好，起好了，起张了，好。哦，也不错哦，哎，来。好，这一半，出来。好，你来提对好来，好，起好来，好，规则要做了喊的，嘿，好，哦，也不错哦，有达到哦。其实差不多哎。哎。以上就是关于通腹炎甲通腹医疗的知识，唔知同学系咪对通腹医疗有较多的了解？下摆较看到通腹炎来参观的时候，莫唔记得多关心、多爱护我哋嘅通腹，按知识较简单书看，记不记得维基百科？